台南府新丰庙今年特别邀请到设计师许静文，结合庙内特有的多文意象，设计出相当特别、经值50块的开庙门钱帽，将伫咧29暝开庙门后免费发送。若是无摕到钱帽的民众，嘛免失望。庙方嘛非常大声，伫新春期间，另外准备了3000份10块的钱帽，要来互行出向客添财添福气。咱设计原来2个门神啊，就是东港开庙门吼，咱的伫即个30暝即天来开庙门，11点下暗11点来开庙门，啊，所以有来参与的信众，咱拢会送一个50招财签物。关新丰庙，这是以较少流通的20块圆箍啊，设计为钱帽，由金色外环甲银色内柄所组成的双色圆箍啊，呈现金包银的意涵。它的颜色是金包银啊，俗称就是一定会拿到一定会赢。最主要钱帽是咱这个咱新丰窑咱信众这种的钱生钱，让他拿回去保平安也可以那个做生意也可以。农历过年有真侪民众，敢会去公庙行孙领货钱，不但添财运，嘛保平安。庙方嘛特别分享钱帽招财撇步，只要将求来的钱帽放伫咧厝内财位、办公室，或者是公司店面作为定价之宝，嘛会当随身带咧，就会当招财招福气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